大角咀天主教小學係位於油尖旺區嘅一間嘅學校。學校咧創立喺1972年，係區內深受家長歡迎嘅一間學校。學校嘅校訓係仁愛明達，博識修身。一直以嚟，學校係致力於提供優質嘅教育，希望以天主教嘅教育係培育學生活出基督嘅精神，令學生喺靈、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各方面咧得到均勻嘅發展，達至全人嘅教育。我哋都好相信以學生為中心嘅一個教育理念，所以我哋好強調多元化嘅學習經驗，希望促進學生嘅學習。我哋都好重視激發學生嘅內在嘅動機同埋好奇心，讓學生喺學習裏邊從被動嘅接受轉為主動嘅探索。我哋透過上晝嘅課堂、下晝嘅大天紛紛紛嘅時段，亦都配合住唔同嘅課外活動，發展學生唔同方面唔同嘅一啲嘅學習興趣同埋才華。而喺升中方面嘅表現亦都非常之理想，我哋升中往往都係一個好理想嘅一個成績，大部分嘅學生都能夠派獲心儀嘅中學。希望簡單嘅介紹，讓大家更多認識大角咀天主教小學啦。